今日咧就去咗一個關於咧我哋香港人飲用水嘅發源地東江基地裏邊咧，讓我哋嘅小朋友咧學識4個字：飲水思源。數數手指，東江水嚟到香港咧已經有60年之久，亦都可以睇到咧，原來香港同埋內地一個咁緊密相連嘅一個關係。2日嘅活動咧，起源於咧上年12月，香港嘅幾間學校同惠州嘅幾間學校做咗一個姊妹結連嘅儀式。今次嘅活動咧，可以令到兩地嘅學生有一個好開心嘅交流活動，同學亦都有機會咧去到互相認識，互相咧去到學習彼此嘅文化。希望咧日後我哋仍然有更多嘅機會，可以讓香港嘅學生嚟到祖國呢一邊，認識祖國呢一邊嘅發展。今日我哋亦都參觀咗東湖旅店同埋合江樓，認識咗好多國家嘅歷史啦，同埋惠州嘅文化。咁我哋咧都希望可以帶住呢啲嘅知識，翻去香港咧，就同我哋嘅老師同埋同學去分享嘅。